佢哋嚟到咗海嘅對岸，革辣撒人嘅地方。耶穌一落咗船，即刻就有一個附邪魔嘅人從墳墓裏面出嚟，迎向佢走嚟。原來嗰個人居住喺墳墓裏面，再冇人能夠綁住佢，就係用鎖鏈都唔能夠，因為人屢次用腳鐐同埋鎖鏈將佢捆綁，佢竟然將嗰啲鎖鏈掙斷，將腳鐐整碎，冇人能夠制服佢。佢晝夜都喺墳墓裏面或者山林中叫喊，用石頭擊傷自己。佢從遠處望見咗耶穌，就跑過嚟，就跪喺佢前面，大聲咁樣喊叫咁話：至高天主之子耶穌，我同你有咩相干呢？我因着天主誓求你唔好苦害我，因為耶穌曾經向佢講過，邪魔從呢個人身上出去。耶穌問佢咁話：你叫咩名？佢回答咁話：我個名叫做軍旅，因為我哋眾多。佢再三懇求咗耶穌唔好驅逐佢哋離開呢一笪地方。喺嗰個時候，喺嗰邊山坡上邊有一大群豬正喺度牧放，佢哋就懇求耶穌咁話啦：請你打發我哋去嗰啲豬群嗰度啦，好讓我哋能夠進入佢哋之內。耶穌准許咗佢哋，邪魔就出嚟進入咗豬裏面。嗰群豬約有2000，就從山崖上邊直衝到海裏面，喺海裏面浸死咗啦。放豬嘅人就逃跑走咗，到城裏面同埋鄉間傳報開咗，人都出嚟睇下發生咩事。佢哋嚟到耶穌跟前，睇見嗰個附魔嘅人，即係軍旅所附嘅人，坐喺嗰度，穿住佢嘅衣服，神志清醒，就害怕起嚟啦。睇見嘅人就將附魔嘅人所遇到嘅事，同嗰一群豬嘅事，都同佢哋講述咗啦。佢哋就請求耶穌離開佢哋嘅境界。當耶穌上船嘅時候，嗰個曾附過魔嘅人就懇求耶穌讓佢同耶穌一齊。耶穌冇答應佢，但係對佢咁話：你返屋企啦，到你嘅親屬嗰度去，為佢哋傳述上主為你做咗幾咁大嘅事，點樣憐憫咗你。嗰個人就走咗啦。喺十城區開始傳揚耶穌為佢所做嘅何等大事，眾人都驚奇不已。這是我堅定的信仰，如同堅實的城牆。聖經注釋：革辣撒為加達勒地方嘅鄉村，呢個地方嘅人係外教人，見耶穌治好咗附魔嘅人，理應收留耶穌，但係佢哋不知重視呢一件事，只以損失財物為重。按馬竇福音所記載為2個附魔嘅人，而馬爾谷僅記1個。大概馬爾谷所記載嘅係受魔鬼難為罪兇，而治好之後獨自喺十城區傳揚天國嘅人。軍旅為羅馬軍制名，約6000人。耶穌讓嗰個人喺十城區傳揚奇蹟，喺加里肋亞卻禁止人傳揚，因為喺加里肋亞呢一個嘅舉動能夠激起人民對佢擁護嘅熱狂，而有礙佢傳教救人嘅使命。但係喺外教人嘅十城區就冇呢一種嘅危險啦。
心愿，内心不再有烦。